各位乡亲，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在这按摩汉嘅中间来共同来研究客家白话语文。今日同大家提出一个主题啊，就是客家西安白话语文嘅文法嘅研究嘅题纲，客语上韵条一个部分安尼哈。唔先讲之前呢，我哋来探讨一下嘅语同文嘅进化。进步係樣嘅來嘅嚇，所以我哋客家有漢文，過去早期嘅時間都用漢文，漢文嘅進化呢，也係有國語所講嘅是呢，象形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安尼來嘅嚇，所多也係呢可以講比較個完整啲嘅。再講過去大家所講啊，一個進化嘅方式。進步一個方式，漢式語呢有七草八拍九嘅上九牙安尼嚇。至於一個行路來講啊，頭下是用七草八拍，能夠用敲起來嚇，敲起來，能夠用拍起來，能夠行嚟打點，行嚟行路，嘅就有一個規則啊，進化嘅規則。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多多體會我嘅一個問題。所以一個英國嘅人有個牛頓嘅定理啊，一個研究是有心嘅哦。發明是偶然嘅，是偶然的啊，偶然嘅。所以牛頓發明了三個大定理啊，嚇，自由落體啦，啊，萬有引力啦，等等安尼嚇。另外呢，一個愛因斯坦。愛因斯坦嘅進化論啊，也可以出得我哋應用在各種方面嘅一個研究安尼，研究一個客家白話語文嘅文化吧。實在太淡快些嚇，因為過去我看到英文係有文化噃，所以有文化，它嘅遵守一個規則啦，嚟做一個研究，將會有所進步。但是白話語文呢，有本土語言，也就是講啊，本土地方所產生出來嘅語言，南北地方各地又不一樣啊，所以過去所講啊，不同嘅國家、不同嘅族群、不同嘅地方，各有行業，各有不同嘅語言一個文史同文語出現咯。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大家研究客家嘅語文，語就是講啊，就是一個用在講語講來談嘅嚇。文呢，體育師嚟講，就係用書寫嘅目注來看嘅，所以眼珠看嘅呢，大家就講啊，變成個實體字啊。語所講嘅呢，其中 R、A、O 來講啊，叫做數字嘅出現咯。所以希望各位鄉親研究語文多多考慮一個方面，安尼嚇。再講漢字有語是無語嘛，漢字有語無語，所以我哋注音，過去注音嘅符號呢，是用波破摩科嘅一個符號，37嘅符號。來應用啊，也可以講得講啊。當時發明波破摩科嘅人呢，實在非常嘅難，非常嘅有智慧哦。但是多年下來講啊，是呢，也是國語華語嘅，但是客語不同哦，愛種無啦用啊。所以最近有發明研究出來講，採取用英文嘅文字來做拼音。也就漢語拼音啦，前咗講啊，左邊嘅左啊，字哦左安尼嗬，第二隻嘅字呢，就是上母，第二隻字呢，哦啊，就是月母，第三呢，第四上，第到上嘅呢，就按照上條啊，所以客家西洋語言，上母一共有20個，月母共有64個。咁上條呢是有6個詳細嘅情形呢，嗰啲啦嘅大下會同大家做一個說明安尼嗬。再講第一，當前客家語言做乜嘅咬字用語會按代詞，
啊，按一个佢无清楚不清啊，混浊不清啊，嚟做个简单的讨论安啊，一个研究到啊，客家语系无通识嘅全盘嘅了解，客家语无通识通盘嘅全嚟了解，也都会讲啊，注音不破莫破，发音不正，无到一个用讲法嘅用词啊。一个东西啊，就像嘴唇啦、嘴角啦、牙齿啦、那个后栏杆啦等等，储存啊嗰度错误嘅语言喎，亦就可以嚟讲安尼哈。第二呢，客家注音嘅符號已經有37個，發音不正確，未能不能善用一個嘴唇、牙齒、舌嘛，也嘴角。共同來調合嘅聲音出現，正確嘅聲音出現。同時過去廣播電台嚟講下先呢，佢當然用後欄杆、喉嚨嚟做發音嘛，一個聲音就昂嘅聲，嚇。目前在廣播與歌唱方面，可以講啊，有90%以上哦，也係已經有改進步嘅嚇。嚴重嘅反倒用慣用後欄做發音，當前最嚴重就是採用高速腔啊，堅強各廣播人員該用華語語音嚟發音嘅方式，善用一個嘴唇、牙齒、上頷、下頷嘅牙齒、舌嘛啊，一個嘴角共同來整合調用嘅。清脆嘅聲音，千萬不可用後欄杆嚟做發音，以提升客家嘅優美嘅音質嘅現象，安尼嗬。第三點呢，客語與華語注音符號有地位有相同，但是發音方式是不一樣嘅。前像講啊，一個一啊，一個一。一五一嘅一呢，這個是華語是用送出音嘅，一客家音呢是用說氣嘅方式啊，意思啊，第二呢 F 啊，一個 for 嘅音，一個 for 叫做國語 ，for 就是客語啊，第三呢 U 嘅音 ，U 呢。一個注音漢語拼音用 X X 打叉叉嘅，按個 U 呢一個翻譯第一個一同 U 呢翻到最嚴重嘅問題，不呢一個 U 係個減國語是用減在 U， 客家話是用 VU U 係個音，其實一個支持詞啊，支持詞同支持詞啊。個符號是相同，但是發音冇相同啊，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大家有所了解。支持詞、支持詞，客家嘅是用強音嘅，支持詞、支持詞按國語嘅呢是用重音嘅，支持詞、支持詞按個音。所以像上面所舉例嘅一同五啊，兩個嘅那個注音符號。嘅元音組合，原來嘅組合啊，有64個音母之中啊，有43名是由一同五，冇到一五共下組合，所以佔有67.18嘅部分咯。所以因此嘅兩個人，有兩個關於講係元音啊，原來嘅元素嘅元音嘅發音不準確啊。抗語嘅語音必須受到影響哦，所以講客家本身地度嚟咗，元人嘅元嚇，元人嘅元，一文元嚇，個也就一同五嘅音，元一文元嚇，權可以文權，一個就一同五綜合所使用嘅語音，一般呢一客嘅後生嘅呢，對於一個發音。都有太困難啊！第五，華語同河洛嘅音母音啊，
可以讲得莫三嘅音节嘅声母，也就会讲啊，好惯用好多华语嘅语音咧，最大缺点，你读到一道语音咧，三个韵母嘅啊，而且难以嚟做拼音，不但拼音困难，发音也不准确个。另外还有一个 L。U 的音 L 同一个 NGI 嘅嘅發音啊，也就係好多國語方面嘅鄉親嘅困難點係在於這個嚇。正常講啊，嗰鄉嘅鄉，HIUNG 鄉可以揾鄉安尼。再講到E 同 U 呢，一兩個就不重複嘅。第八個呢，至少第七呢。冇用國語嘅，客語嘅強嘅咬嘴咬牙是上眼同下眼嚟咬嘅嚇，一個容易錯誤嘅聲韻嘅組織吧，組織嚇。第一個是 AM 就AM AM 漢語拼音是用 AM 英文是 ang 到 ang， 要講下邊是 ang 咩哦，係不講 ang 嘅哦，我一個音，第二呢 on 嘅音 on 上嘅 on 而邊呢讀下讀 on 加的 ng， 這個 on 呢 on 呢嘅就講bên on mua con à chúng ta mua on à và cái chỗ ngữ音嘅用到語言唔錯。第三呢 NGI 是你讀個特別你 NGI 你但是讀個變成你安尼第四是個 L 一個語言變成腰。頭拿頭 L 頭變成頭腰跳安尼一個客語語言強啦，有冇見識有冇？也就會講啊，只是212一個語言一個冇但是一個現象又唔係強啊，一個去得強一定就會有安尼所以同樣拼音嘅呢度嘅 N 啊，有冇語言？一個點呢會同大家詳細嘅說明第七呢，再重複一下同大家講13，注音容易錯誤嘅素材，支持是用強音嘅支持是也用強音嘅一個聲音。另外呢，三條拼音一個可以講得講啊，一個最大嘅這個乜嘅考試一個中國嘅認證考試拼音可以講20分咯，但是讀到一個拼音嘅素材，嗰度鄉親因為唔曉得英文，所以用英文就漢語拼音，實在是困難點。用波波貓波也曉得，但是也唔來用安所以在一個注音旁邊呢。一個波波貓波同一個英文式嘅漢語拼音也會太困難，所以一點呢，希望針扎我哋注意一點事情第13，國客嘅相同同國語客語嘅符號是相同，一下寫嘅是由中音到大音到飛達上，就45度安尼上。也都第13現在人聲嘅哩樂意哩也是國語樂意哩也是國語。客語呢，一個哩是人聲嘅哩樂意哩安尼個第13一個符號同客語嘅也係相同一樣相同一樣即就講客語嘅呢，所以中音到大音，就是講現在頭都講像哩嚟講是哩
了一哩安尼。但是读到一个音来讲，关于要用哩了一哩安那个音，所以关于同好多音嘛是高音向下，合音是中音向大嘅一个就会讲一个体育上合语有体育上、第五上、体育上。一个就係講客家詩人話喺度裡有天上、第六上，有冇名音是以前是 PTK， 以後呢改成 BDG 一個葉上師。咁個葉上師呢，大家注意冇辦法嚟拖音嘅團葉度嘅一個就係葉上師團葉度嘅，所以體系上一個同呢個體系上嘅體六上同體系上嘅發音是相同。一個體五上嘅同體一上嘅關於體上嘅相同一個團音，一點呢，在唱歌嘅時間應該要加上一個啊同哦來當襯詞，能有辦法來唱客家山歌，不管是老山歌、山歌子平板手條都係用啊三個連音韻母來當襯詞，模式一個應用嘅語言以上呢是從大家這個探討一條東西一共有16分39秒嘅主要講出來本大家聽，就是說我聽那個一條多所講嘅前提嘅部分1到16.39秒嘅素材就可以聽得到接下來呢，同大家嚟講客家注音同樣拼音嘅對照表也非常嘅重要，但是一個我哋波破模糊同一個漢語拼音一樣嚟讀但是唔曉得英文嘅詳情對這個漢語拼音可以講我畫家人呢唔知呢所以嘅困難點就在於這個。我推廣客家語文，我用我哋推廣一個英文實在係冇唔曉得嘅人我來推廣下去實在困難多多再講到一個波呢，就等於 B 嘅音聽語 P 呢。P 嘅音呢，就等於波破模糊的 P。實際上，模呢就 M 嘅音。T4 呢就是 F 嘅音。T5 的呢是 D 嘅音。6呢是 T 嘅音。T7 呢嘅音就 N 嘅音。N 做韻母尾音嘅時間呢，就用呢當聲母嘅時間呢，那個嘅音；當聲母嘅時間呢，都是嘅音。所以各位鄉親，大家記得講一個上韻母，當韻母嘅時間，上音是用嚟讀；當聲母個上母韻母嘅時間用嚟讀，當上母嘅時間又用嚟讀。嗰啲呢，我詳細同大家嚟做個補圖T8呢就是了。9或者個呢是用 G 嘅音，10顆呢是用 K，11 和就用 H 嘅音，12 G 就用 JI 嘅音，7呢就 QI， 7用 QI，14那個 C 呢 XI， 一個冇讀到 I，XI 係冇 I 嘅時間呢，就用2點。這是空韻唔是發出音的所以15至16、7、77、4、18 V 嘅音 ，V 一個音呢可以講客家語音喺這裡佔有，華語嘅語音喺這裡是冇嘅T9呢一個符號都 NG 嘅符號。NG 嗰種叫用NG 也唔係錄聲字一個 NG 在韻母尾音嘅時間，拿嚟當聲母讀嘅音，20月
NGI NGI，所以一个就所以上面所讲的12、G、7、C、支、持、是一个多多练习下来同华语嘅冇相同。第二，一个韵母组共同有60组。头头讲声母有28，嘛个声母呢，头头所同大家所讲到的用左、之、o、左，之就是声母 ，o 就是韵母，体系上的左是上条，安尼一点大家声母、韵母有所抵达，安尼。一个韵母共有69组，南普只有用64组的唔像用一个是应用，一个中原，一个台湾书店地图里所表示出来嘅嗰啲數呢統計之後一个64個地圖里冇用剪舌音，因為唔係陽梅強地圖里有 I 是空韻。一个空韻在南部嚟講，只有高速重字性別加動冇空韻，其他嘅都有空韻。好，頭頭所講嘅是聲母音最頭前嘅只有20集嘅，有那20集嚟配合嘅啦一個讀客家語文類嘅東西就是時配發音第二這個聲母組有一度聲母。一個頭頭講聲母，一下嚟講韻母，大下嘅有一個嘅，就講Y 就O 就用輕呢，3 I 就是包括IAO 在英文嘅時候就 AI 一個音。第五 O 一個 O 呢？一個客家波嚟講，可以參單音，但是用英文嚟表示嘅時候變成雙音就 AU、N 也相同，可能是單音，但是用英文寫 AN、N 第七N 就 EN 用 EN 嚟做表示可能是講一個嗰啲人會講本客家堂。第八 N一個從事安一個華語呢種安一個音，安一個音，但是英文呢是 ANG，第九是一個當單韻母，第十呢烏，一個烏呢是卡克魯一個 U 一同烏呢相當嘅重要，所以拜託各位鄉親大家多練我哋嘅客家語就會當然自然就會通順流利好談安尼一個就講到一個語音嘅方面再看到第三位雙韻母一個聲母加上韻母一共有3個像一個韻母 EA 就是耶一個 IE 是讀耶東西耶聽語呢 EI 呀冇頭個呀嘅呀 EI 可以卡第三呢 EO 呢是喲一個喲一個就種一個J 是就K 嘅是Q 個讀音其實 U 呢是 U 一個音個聽語上嘅是這個 U 第五EO 一個就腰 EO 翹可以翹EO 搖也就是個讀字就是搖白虎語第六音 M 淡音嘅音同音水嘅音第七 EN
en 呢变成 in 连音字，in 呢读音，俺们减音那个音，提板呢，an 这个yan，提板 yan 呢，白布都有时就变成 yan，yan 那个 yan，an yan 有两音，提九呢an yang，一个an 个时间，但是有母音呢有西也有，因为 an 有 ang 就出来，就变成 yang 的起毛样的样其实 EP 呢 EP 就是nghiệp上舌nghiệp第十位 ET 的 it 就是那 it 一个音，第十二一个 m有 n 个录音嘛第十三 en 呢就是 n 的音发音 n 的 hand 和言 hand 简单这个和 hand 第十四ap 都是 ap 就是zap 字 zap 一 zap 第十五当嘛 at 就这个就那个 at 东西 at 变成 at 也等两个 ed 的 at 就等于读到 PDK 的时间就按照入声字nghiệp上舌，但是 NG 除外16 L L 东西 L 那个 L E L 第17 Y 也可以是 U I Y U A I 的音呢是 A I 的音是 U， 但是他可注意的这个 U 呢没来当声母，也是没来当声母，没人来当声母用 V 一个东西变成 Y 这为 Y 第18弯个宽科安宽19温 UN 的温个 K 个是叫困难个困20呢vang hả là cái vang hả là cái vang ăn hoạn dùng ngoan ngơ quanh ngoan như số biết và cái vuông và cái un这个 vuông ung và cái ng 没入声字用 iung 的用一翁用22无一的时间呢微加上吸的时间就变成吃的时间呢，吹23乌阿个时间哇夸张的夸刮的刮24屋变成突突数的突 tug 突屋突25个卡克鲁 T 那个也个变成 UD 的那个突个26 am 个 am 第27 up 个 up ที่ที่3 up ตรงตีอิน28 at 一个 at ขัดคืออัดขัดแบบพูด是可以也ขัด冇相同嘅音เป็นที่ของ音29 K 呢就 อักสวยยิ้ม AG 就ที่13ที่20 OI 这个就是 OI 东西 OI ที่31 on 的 on เป็น on อะไร32 ong 呢就 on 一个从东昂的 on 叫做古音字33 ot 呢就是 ot 就是 odd 的音34是 ok 的是 ok 后来我们再请大家来看2至3一个3个音母嘅，一共有20个，
theo đó兩個月母嘅呢有34個，一個3個月母嘅呢有20個啊。關於華語好多嘅鄉親啊，一個就可以發一個字嘛，就是非常嘅困難，非常嘅困難啊。第一呢，u 啦，個乜 u 啊 u 見 u 好好嘅 u。第二呢，I cái là case là khơi cái khơi. Thứ sáu u s này bây giờ gieo cả xong case là kêu đồng sĩ là kêu. Thứ sáu s này bây giờ yem cả xong ngs là nhem coi nhem. Thứ này yam yam cái yam cái xuyên yên là cái yam. Thứ điều ion yon cả số nghe là nhon nhon thứ chín yun này yun tại vì yun cái thứ ba un và cái sang mù gì mà yêu sắm cái cả xong cái sự là quen mình chơi mình sắc cái chết rồi quen của này quen thì kiểu này eong young cái giọng thì sợ ai u on bộ phận hồ chú ý ai u on cái sự gì nè cái dùng cái gì dùng đồng sĩ dùng thì sau này IEP cái sự gì đó là cái chỉ nói kẹp dẹp cả xong cái sự là kẹp đồng sĩ kẹp thì sau này ERP về hai拼音就是 IAB 的 yap up AP 是 up 改成 up yap 第十三 EAT 就是 yet 南部北部用是呢 yet 南部用是呢 yet 北部用呢 yet yet 之後嘅鹽地方嘅鹽第十四一個就 IoT 就講yacht 嘅鹽yacht 加上一個 JI 嘅時間呢就 jet 東西 jet 第十五一個 IoT 那個 UT 就是缺人嘅缺nghe cho tôi缺人嘅缺。16 WET 呢UAT 呢就 wood 一個thuộc wet cái kêu sư do quẹt là quét cái học quẹt để quét có khơi quay quét應該是個位quét個位quét一個在十七個時間呢一個 IAK 叫做約數嘅18 EOK 呢係是約嘅約19呢cái UK là IUK đó là nhiều 23 là cái UAK là work cả cái cơ sự này có quắc cái gì mà nó quắc này y xong này chiều hè chúng và cái yêu ăn tổ cái nghỉ nghiệm. Các vị乡親，非常嘅感謝中間有團嚇，因為嘅中間有一個六頁嘅東西啊，啲都係有插播入嚟東西，所以造成咗一個
几分钟的一个有模音的素材啊，请大家多多的谅解。好，接下来再看一个客家西洋白话语文的个研究录音嘛，一个上条嘅技术嚇，有6個音，客語有6個音啊。第三層同第四層啊，就像大下嘅圖表一樣啊，第三也頭都講過嘅，第三是冇符號強上嘅嚇，強上嘅。第二個呢，45度上啊，同國語方言相同。第三呢，一個符號是相同，但是用法是不同。頭都講過嘅嚇，就像梨嚟講啊，是關於說樂意梨安尼，客家話呢是玻璃嘅璃一個嚟音。第四層是關於是有重音像大音，一個客語哦，重音到大音，客語是有重音到大音安尼嚇。一個國語方言呢是高音像重音，好多音第四層也係相同。高音到重音，第五個模上條同第三是相同，就是魯迅字葉上是。第六一個葉上是一個 BDG 嘅一個第四層嘅發音嘅音量是完全相同，重大音。所以我哋可以直接講啊，客家腔第五層嘅第五層有海陸腔嘅第六層嚇，一個就講啊。西洋腔同海陸腔啊，佢一個有小差別的素材有，通常第三到第四層啊，都會差2音，差2音。在入城市嘅時間呢，都和第五層同第六層兩者相反安尼嚇。再來看第四個部分，客語聲音發音嘅重點，第四個客語發音嘅重點係在呢隻嘅嚇。第一呢，一個頭都講過嘅嚇，那個什麼向前偏，客語是向後一個高音，乜個意思啊是關於方言，乜個意思啊是關於嚇，一個漸濟烏是關於客家話是微烏啊，烏漸濟嘅，烏一個是客語嘅嚇，一點語同烏非常嘅重要嚇，希望各位鄉親大家發音嘅時間多多注意。另外，這次是GCC 呢是用強音嘅嚇，唔係重音嘅，關於是重音嘅。支持是GCC，客語是支持是GCC 嚇。F 有 V 嘅音啊，帶有 BTG 嘅葉上詞啊，就是以前所講嘅一個 PTK， 一下幾多鄉親一個葉上詞唱歌也好。一個講法也好，葉上是關於冇嘅，但是一個客家話是有安尼嗬。所以再講到一個容易錯誤嘅一個啊，同大家再重複講一遍。會講會變成安安會變成昂。第13什麼3個你會變成你。第14 L 變成要。第5呢？客語嘅西洋模建設音嘛嚇，這是212一個是模，通常有啲問題啊，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多多參考。再講到第7個客家 GCC 同樣拼音同漢語拼音嘅差別係在呢隻嘅啊，G 這個同樣拼音以前是 JI， 而家呢是 J 啊。江水的江，JE， 氣呢，CI 以下變成 QI， C 客家語音通常使用 XI 漢語拼音哈，TQ 的波以前使用 P 同樣拼音，一個 B 呢是漢語拼音啊呢，所以第8呢。
客語同華語語音不同嘅點在呢只個呢，希望各位鄉親大家看一下安尼嚇。另外這個圖藝化嘅一個客家語嘅重點是在呢這個核心功能是在呢這個啦，是語音語就會有聲母、聲母、韻母、聲調嘅組合喎。但是tan詞、狀聲詞和細緻也都大概記得哈。文字方面呢，就是一個音譯型、音譯型啊。連音字呢，用實體字啊，一個就是核心功能。第三個呢，就那個正規功能。第三面呢，就引申功能啊。所以也下客家日常生活對話、歌唱嘅團練嘅，嘅地道裡啊，都必須要加要用客家白話語文啊。所以客家語文多多使用，所以應用適當嘅一個服務嘅品質會提高啊。這種語言啊，反倒利用開創行業嘅 CP 啊，也個佢經驗。一個各行各業都係非常嘅好，安尼嚇。一點呢，可以用聽，也有錄音。第三，第二，第一個客家白話語文嘅文法呢，一個在民國一個2010年9月26日出版嘅，非常嘅感謝客委會嘅贊助啊。我哋今日同大家所講嘅客家實驗語文嘅文法，一共有12課，也12課啊嚇，16課。16課，以上呢，經常各位先進嘅專家呢多多指教，也希望嚟下載研究參考安尼嚇。一個由李文歡台南大學嘅博士生李文歡啊，同佢做講啊在 YouTube 嘅地圖裡，同時又講啊在一個屏東時報、天子報、客家天子報，同時在有。一個雅虎同 Google 啲都係有安尼嚇。第三第四一個圖，一個客家白話語文嘅文化嘅研究啊，嘅符號上面有雖然波到那咯，有37個啊，大家要注意一下一個英文、漢文嘅注音是同字母相同，但是嘅結構是一樣哦。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大家多多看哈，同時要注意到嘅 I 個華語是 AI， 個英文呢是 AI，O 是 AU， 第三 An 是 AN，N 是 EN，Ang 呢是 ANG 安尼。另外一個第五個呢，也係希望各位鄉親要嚟注意一下，一個聲調第三聲同第四聲。同華語嘅符號完全是相同，大橋嘅上去嘅，但是發音是不一樣。就像第三聲客語嚟講啊，係要高音到大音等飛得上來，啊華語呢是由第三咩中音下來再飛得上嘅呢，也符號完全相同，但是用法完全都冇相同啊，像有第四聲嘅。華語是高中音，一個客語呢是中大音，所以唱歌嘅做不太起呢，有困難點。所以客家嘅語音通常講起來是個大音，安尼嚇。所以希望一個實踐者對客家語音咩演變改進係一樣嘅嚟做改進，安尼。另外呢，還有一個 NG、BDG 當聲母嘅時節，聲音有樣嘅圖；當韻母嘅時節，有樣嘅圖。也按多則是做韻母嘅時節呢，就是 N 嚟講啊，是呢唔嘅音啊 ；M 嘅時節唔嘅音，NG 呢唔嘅音啊，個 B 嘅音呢，又當鴨嘅音，啲字呢掉。一個是掉嘅音，第九呢夾一個音呢，一個 MNG、BDG，也個嚟做單音式嘅時候發音樣嘅嚟發
但一個愛嘅一個大音詞也可以講得是加一個音所以希望各位鄉親一個連音詞拼音 MONNG BDG 就有母尾音轉變為聲母嘅冇到大音嘅時間，按樣嚟讀也有59%秒，請大家一個點入去聽，詳細聽看下先嚟以上呢一個非常嘅感謝大家，是夢兒，感謝你，再見。是夢按知識有中醫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